后来乡亲啊，你有去过中华八卦山的南天宫无？南天宫上界出名的就是18层地狱这个景点，用细红啊搭配着机关，打造各种地狱的场景，用来幻化着世间人。啊，即摆八卦山在地店家为着要来推广着观光，7月一场轮回渡劫的闯关赛，互参加者为南天宫的18层地狱来出发。 经过代表人间的挂山村，最后来到大佛，表示来到天堂，成功来轮回。因为这个活动真趣味，目前已经有60多个人报名参加。电火暗暗加上机关作动的红啊，模拟出18层地狱内恐怖场景。 其实还蛮可怕的，就是你看我一直在流汗、冒冷汗这样。这是中华八卦山南天宫内面设计18层地狱甲魔界怪谈等等景点，用来警示。即摆变成真侪人囡仔时代的噩梦，啊！即摆在地青年甲城里人决定要办一场轮回渡劫的过关比赛，民众要为18层地狱去到代表人间的挂山村，通过考验了，才会当继续去八卦山的大佛到天堂。闯关到这里之后。 每个人都要从签筒里面抽一支职业的签，代表你今生轮回的职业。面对这个职业遇到的困难，你过关了，你就可以往上成仙，走上渡劫之路。没有过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就像轮回一样，我们要再回去地狱。 因为活动真趣味，已经有超过60个人报名。要么主办单位提醒讲，过关的时都要伫南天宫啉代表明波汤的酒，所以讲未成年的人未当参加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